署提醒，暗时新竹以南的山区注意大水河，如果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上紧伫门仔透早会解除。新竹甲苗栗雨落超过600毫米，新竹尖石的秀峦崩山，苗栗泰安文水溪中悬引起落的。屏东牡丹湾州阵风有到14级以上，全台湾上强，也恒春半岛其他乡镇阵风嘛有11级以上。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包围风台影响，到甲暗头，新竹甲苗栗落雨时到超过600毫米。新竹尖石的秀峦的崩山，加载居民是已经伫咧昨下晡先体力，无传出讲有人来受伤，也是受害。也苗栗泰安的文水溪涨起来，大水泉引起落的。地书讲苗62线泰安往大湖方向灭通，车无法度行。山区的路拢互土水占咧，苗栗泰安温泉区的文水溪因为大雨暴涨，互泰安乡的连外道路苗62线加做溪啊，部分积水深已经到卡达夫，造成泰安往大湖方向交通拢断去。土石流的一个这个横斜横流，造成路面路桥全部都是这个土石流。因为我们在前一天就有事先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那今天因为昨天有续住的客人，有留住的客人，大概是目前是4间10位左右。温泉业者表示，泰安也是有大房的人客，所以也是有员工上班。不过饭店表示，员工有安排宿舍离饭店干了1公里，安全无问题。在新竹，被列为超大水河区的新竹县尖石乡秀峦，大雨也予当地山壁大面积崩塌，大量土石流为山顶摔落来。新竹县怀山乡内湾也因为大雨，大量的土石触到铁轨路，有大石头直接落在铁轨路顶悬，好在11列车停驶，无传出人员伤亡，老街也拢无人。当然不会有游客，对我甚至可以预估，下礼拜应该也不会有游客。五峰乡的县道112线43.5公里附近冲出土水，真侪路段佫发生大面积崩塌，部分路段无法度通过。新竹县长杨文科也到场了解。坚持5公已经撤离了1000多个我们的乡亲了哈。那我想他们就按照撤离的规定在那边。那现在雨正大，真的拜托大家不要出来。新竹市道前溪暴涨，因花龙引流，在做河边的真侪停车场，市府也提起车主赶紧刹车。我们今天还是先以救灾为优先，先将我们的灾情控制住，人民的这个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这个损害降到最低为原则。根据气象署统计，到11下晡5点，新竹县五峰乡雨量上济超过650毫米，苗栗南庄也有613毫米，山区的雨也搁在落，提醒民众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也台中西屯有一丛超过1整楼高的路树，是去予大风扇甲倒去，带着7台奥多摆，也照讲同款有路树倒去。紧伫咧路的车无法度来行，也台中高架灾区拢总通报87件灾情，当中有4个人骑车累残，也是去予本来的整个甲击着来着伤。封锁线旁边这根路树呢，其实高超过了1层楼高，但是呢，昨天在台中凌晨出现了瞬间的阵风，把这根树连根拔起。封锁线内底7台奥多摆去互击着，台中西屯区的西边公园封锁范围不遮大，因为早落透早，当地的球场哪像是去互风扣到，加载无人受伤。早上它就倒成这样子了，我们起床的时候它就倒了。黄色袋子在那里，我现在要绕一圈给他看看是哪棵树掉下去呀？照气象署的观测资料，10月按透早到下晡3点进行。台中市瞬间阵风上悬来到10级，强风嘛，甲石冈区地营里河成街附近巷仔内边坡的树桩吹倒去，树叶、树叶甲树身倒伫车路顶头，交通断暂，警方赶紧来处理。吹折下，彻底倾倒，庞大树干及枝叶横护在车道中间。强风嘛，先到沙鹿区出状况，并西路甲镇南路这区规条街仔路是黑暗暗，敢若看到另外一个中电区的便利商店，也阁光影影，哪像是附近电箱爆炸。民众讲失电的时间要晚1点钟，镇南路2段嘛是大范围失电，有点类似那种爆炸声音，因为我也是睡觉，然后听到蛮大声的，然后才起来的。
台中市政府统计，到11号中昼进前，全市拢总有87件灾情死民众受伤。骑摩托车外出被飞来的砖头打到受伤哈。那还有一位呢是坐在这个大牌旁边被树上飞来的树干给打伤。累计台中失电超过27000户，真侪是小范围的失电，大部分拢是风台甲电线切断去，也是树丛倒去缀着台电的线路、供电设备这个状况。全台累计到11号下晡3点进前，有19万户失电。电力公司按风台进行台面，到风台期间南户抢修，要尽力维持正常的供电。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赶紧来关心巴威风台上升的动向。气象署表示讲，巴威风台日暝通过北部的海面，如果讲整体的风势会改透西风到西南风，新竹以南的山区就要注意大水祸。也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上紧会伫明仔透早来解除。一阵的强风也够大雨，毋但点头够是白，互风台吹甲乱乱飞，甚至有机车被吹倒。阳明山文化大学附近的点头大部分无营业，也是有人走去超商补货。昨天晚上半夜比较强，现在还好。阳明山冷水溪游客服务站也冷冷清清，风台把飞速度加紧，通过北部海面，在下晡各地出现9架10级强阵风，北海花12级强阵风，恒春半岛也要注意。其中特别是在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有观测到14级的强阵风。我们预期在今天的晚上这段时间，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地区依然要留意有12级左右的强阵风。假期以巴落雨真明显，尤其是集中在北部地区甲中南部山区，到下晡5点10分，清德县今仔日摄取雨量达到668.5毫米，苗栗县同款是642毫米。这群风台中线台北市风雨也未细。再次台北市石牌商圈可以看到风强雨大，记者必须要用手压住安全帽，安全帽才不会飞走。可以看到商圈附近的店家几乎都没有开，不过呢，也有店家正在观察风雨，考虑晚上可能会开店。我吓死了，看我这个。就真的有吓到，还没有决定。我们在决定到底要不要开，因为可能开了可能没什么客人。台北市树林新德桥附近有路树倒地的路，影响交通。公园处马上派人协助排除，虽然户外风强雨大，不过台北车头内底却是人真多。宝可梦的10周年啊，今天是那个最热门的超梦团体战啊，这边算是室内比较安全啊。比较熟的联络几个，这样一起出来抓。宝可梦相关纪念活动吸引不少人唔惊风雨到台北车头，甲北部、中南部强风大水好无共，北风车大当受风台外围环流甲沉降效应影响，出现烧风现象。气象署预估一暝了风向转偏西风，新竹以南山区要注意大水雨。风台12透早可能会登陆中国浙江，台湾本岛有希望脱离暴风圈。12透早到早起有机会解除陆警甲海警。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中华民族路有一间柴起的旧厝，今仔半暝2点外，哪像是去互大风刮倒去。也迄公路遐火烧厝3楼到5楼是规个庆烟，家在哦无人调伫咧内底。另外，伫咧云林拿来的平顶村，即搭伫咧2024年，就捌因为凯美风台来放弃，高达4要个咧时间。毋过地质是真无稳定，即几工哦又个放弃，管府是已经先替你6户，拢总17人。大雨一直冲原本真起的山坪，出现大片的崩塌，高度差不多30公尺。道连边啊庙寺的地基也真危险。云林南来乡平顶村这个山坪，伫2024年凯美风台时阵就遭到重创。县管府进前已经争取中央再后福建经费来办理复原，不过因为地质真无稳定，崩塌范围依然继续扩大。这个地形啊，还有那个土壤一定不行，所以说现在改变方法。整个的工法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护坡或是这么简易的一个隔梁的方式，而是要用基底打桩，用阶梯式的强劲护坡这样的一个工法。官府表示，为了安全，5月时阵已经有风险安置5户14人，即马灾情更加严重，目前安置人数已经增加到5户17人。另外，第二轮11透早5点左右，一个姓柯的云林人徛
车机车经过156关道，沙地厝往屯北路段时阵，路树向倒去，人甲车拢互树身地掉咧。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救援，好在在送医了后无什么要紧。协助脱困之后，那做一个包扎止血跟固定，那上担架。那患者是一名女性，她意识清楚。彰化市区的民族路一栋木造的老厝，长期无人住，也无修理，为堪要风台大来强风，11透早2点外向倒去，疑似扭到电线，当场个庆祝火焰。透这样是多做了，预兆就预感啊。彰化旭光路一栋5楼透天面体，11透早2点外传出火警，因为多是风台梅，强风之下造成火势，3到5楼拢庆祝真高的火焰，警消赶紧去救援。因为铁门伸锁，我们使用的破坏器材，将圆盘切，就将铁门给锯开，这样子，可以进入扑灭所有的火势。另外，彰化各地也真侪件路树倒去的案例，亲像彰化市永安街这个新起的大楼，头前的造景树仔倒去占用一个车道。伫建国北路的这丛树仔也出去跌到一台自修客车，好在无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也家己烦恼有路手气予大风扇倒去，路的2个巷拢未通。路草167线遐有车因为落雨路伤过头骨，启动着电火条。加在驾驶人是干那轻伤，也北港大桥讲有人泼落水，消防坐树林船去北港溪来搜救。怪手出动，要甲倒伫路面的树丛清掉。包围风台甲嘉义山区倒下来超过300毫米的雨水，番路乡嘉义道159架线边坡的树丛拄着强风大雨雪倒落，地势交通断暂。边地北港大桥早已传出有查甫人伫水里，搜救人员赶紧坐救生艇伫北港溪搜救。一名男性，33岁，失踪，决定吊挂船艇下水实施人命搜救。左车走坦车煞去弄到青红灯，风台天路骨溜，路草第37线甲167线路口发生左车出去弄到青红灯的事故，加载驾驶干那轻伤。民众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于台37线167线路口右转进入167线时，车体疑似打滑，撞上交通号志杆。边仔互风扇甲夹叫，报旁嘛叫风吹走。台南万里保安宫这个周末举办普渡甲造就的活动，所风台来作乱，致使边仔即款设备害去。活动袂当取消，庙方讲会先拆铁架，确保安全。下晡照常普渡。看下晡，若无雨无风，阮就甲摆落，安尼较美观。若真正风倒头，你摆啊就会损失更较大。甲落来看棒掉咧，准备要再走。南部沿海包围带来8级以上的阵风，南区海淀路点头的看棒规地互风吹落去。高雄虽然风雨无大，不过强阵风共款带来灾情。林雅区行中1、2路路牌倒一涂骹，边仔点头2楼塔坑嘛落来。洪山五甲国小工地铁片位置共款倒在边仔。昨天晚上比较严重，昨天晚上就其实因为我们住楼上而已，就有听到说就是东西吹倒，然后还蛮大声的声响。民众经过洪山国泰路，就看到人行道顶头的树丛倒在机车道，赶紧派人来现场刷掉。大寮嘛出现强阵风，公民路一个青红灯载去无预警就倒来，加在迄阵无人甲车经过，无造成伤亡。市长嘛赶着中楼进行完成修复。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牡丹湾州阵风有到14级以上，这是全台湾上介强。也乡村半岛其他乡镇，这个阵风嘛有11级以上，好风遮尔透，也是有袂少游客唔惊，无够安全，走去海边啊看大鹰。强风掀甲玻璃窗蹦蹦叫，互垦丁的游客拢惊一条。包围风台到外围环流影响，屏东牡丹湾州出现全台湾上悬14级以上的阵风，附近的恒春地貌11级。国加上落大雨，民众甲风头好强的画面翕落来。早上的时候8、9点，风势最强，风强宇宙。那目前有稍微缓和一点，那预计在傍晚的时候会更好一些。中环礁一带海鹰吵好，海顺场岸边可看看鹰的民众离开，游客拢无咧惊强阵风，真侪游客来到中环礁也是南湾一带。虽然南湾的海沙堡已经封锁，强风一直甲沙架起来，为游客用伞看头来看海鹰，冇按北部路南来闪风台，结果伫龙盘高危险啊，徛袂在。我们都北部人啊，知道那边风雨大，
我们就往南下这样子。刚看到有一台车，那个车门差点折断，这样。应该避免户外活动，防范路树以及不坚固的建筑物都要把它固定。那如果在行车中，如果遇到强阵风的话，也寻找安全地点停车避风。恒春半岛中道发出强风警告，车声无雨，不过现强风，机车徛袂在，汽车歹开门，各民众无啊去风吹去，赶紧走去叫房山甲房寮，除了强风，还有一寸一寸的大雨，汽车伫路面拢爱减速，慢慢的行。一个出日头啊，一个就个风较雨啊。风嘛足大，雨嘛足大。若是恒春半岛，同阮伫海边的东港，中道就出现一阵强风大雨，再去个餐厅厝尾顶的布棚叫强风吹开后去，加载阵店头无营业，无造成安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也海鹰拍有够悬的，佮有宜兰共款哦，是有人走去看，也县府是已经开出6张罚单，就是惊讲危险。也宜兰进入到8位风台暴风圈，县府是统计讲，到今嘛有3个民众受伤，加在是无安怎。也伫咧山区有土石放落来，也路树倒去，全县拢总成以风声退离400多人。海巡人员因华边顺时公布，因为执法期间要是未少人穿过封锁线去海边看海景，县府统计已经开出6张的罚单。在南方澳的情人湾这边呢，海边已经都拉起了封锁线，而这边的风势雨势还是一阵一阵的，浪也蛮大的。而为了严防民众在接近海边，海巡人员加紧出动来劝离观浪的民众。在东乡英树村大部分面体大门关安安，200外村民前一天就有形成撤离，不过因为南山住户无离开，要人趁河西浪旁，早等来查看。什么时候通知你们要撤？昨天就撤了，昨天就撤了。那你忘记拿东西是不是？我们狗还没有喂，去喂一下，我的狗就准备下去。之前台风你有下去吗？之前？以前有啊，今天没有要下去。你有做防台准备吗？有啊，做好了。气象署针对宜兰山区发布大水预测报，第7架线北土桥到信公路段有经封路，第7线沿路受大雨影响，南西石头连落来。山区的天气越来越不稳定，就在断断续续的雨势之下，英市村的对外联络道路上已经出现了路树倒塌的情形。就在前方，这个树枝横倒在路中央，以及土石将连外道路给阻断。市区规工雨一阵一阵，有时阵有强风。今年风太严重积水的所有市区，点头大部分无做成立。东环节11休困，国外的表演团体200多人拢被安排在宿舍休困，不少人毋捌拄过风台，感觉真神奇。Typhoon in Poland? No. Oh, that's why we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is, but everything is fine. We're watching videos from the festival, photos, play games together. Very nice time. 风台通过北部海边中岛过后，宜兰地区风场转作北风，较无雨，正常人赶紧来看作业状况。无介大啊，就靠起来，伊即摆去小摆啊，甚至爱倒了。风台大道离开，县府决定东环节12继续休困，进行园区整备，为配合景区12会恢复营业。不过因为船只还未吊挂等现场，会暂停船运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土城的中央路二段有一个女性，伊压雨伞去互大风掀甲开花，规人是伫倒退，毋过后一秒竟然有一块大地的灰仔砖，一个太鲁对空中摔落来到涂骹。加知有这个女性是先去互大风掀甲倒退来逃过死劫。另外，公司的记者是去到淡水，感觉着讲哦，风雨愈换愈强。在淡水的观潮广场这一带，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越晚风雨是越强，而且能见度也不好。就在不远处的淡江大桥也雾蒙蒙。受8月风台影响，淡水河是强滚。老街的店头拢有铁门落来，门口拢蹲好沙包。当地里长也伫较低所在准备好抽水机。300-500包的沙包，让当地的我们的店家能够挡在外面。里长骑汽车巡视里来状况，拄到强顺风爱先减速停落来。毋但淡水风大雨大，山区也强风大雨。3-8-115县道1公里的所在，土水涉落来，冲起道路也有土石。
把意思往花会园的方向路边摇边看崩塌，真危险。好路被线大炮溪水头，正窜到水位也淹到边的卡拉。风灾或者好大雨的时候，就会像这样子，突然暴涨，然后就会一直上升水位。惊险的画面，阁发生在新北土城中央路二段，一查某人的雨伞被强风吹甲开花，人也对咧倒下路，啊，毋过就伫下一秒，一大堆太路为顶悬落落来，落甲脆糊糊，惊险逃过一劫。路上也阵阵的强阵风，信义路发生一个点头看板落落来，路边停的4台机车受灾殃，好佳在无造成人员受伤。这路4台奥多麦，知影因水叫落水坐落来啊，点外进落来啊。泸州复兴路也发生铁片互强风吹飞去，挂伫电线以外，目前已经排除现场事故。棒球国民大道一段也发生路树倒去，阻碍交通，好佳在已经排除完成。市区的阵风就是从10级已经逐渐减弱到6到9，原来郊区从11级已经逐渐减弱到9到10，新北市各地还是有局部的阵雨。山区的降雨量大概是100到200。桃园也提醒，虽然雨势风势转好，较地灾区依然要准备好。到5点半，新北市府统计灾情通报201件，路树倒96件，其他是围篱电线、扛棒落落、停电等零散的案件。记者综合报道。LLP 实境角色扮演，就是讲啊，甲游戏内底的角色出来到真实的世界，家己写剧本、做衫、做道具，暂时脱离日常的生活，来体验无同角色的人生。AM 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甲大家来认识少年人因的新世界。LARP 是实境角色扮演，为欧美发展起来。最近这10年，在台湾有愈来愈侪有兴趣的人，嘛办各种的活动，规模是愈来愈大。像台北市每一年举办的龙山地下城奇幻市集，就是其中之一。开始上吧，小朋友们。3个字啦，吃大便。这是有魔法，但3本得戏啊，嘿，很荒谬，嘿，还要讲咒语，然后3个字的咒语，就这人做会体验迄个故事，会让人拍的，拍做好爽诶。未少来耍的人，初初是来体验尔，后来有人伫咧 LARP 内底找到伊的生活方向，甲打造武器的兴趣延伸做伊的梦想，甲这个工业成做伊的工课来发展。接触 LARP 是讲，玩 LARP 的人对古早时阵物件较有兴趣，我想讲会使甲文化做一结合。我家己嘛介意，会使透过这个 LARP 的所在，会使去再推广到较侪人会使熟悉手工的代志是做啥物。4个人而已吗？好，4个人进去。每一年台湾规模上大 LARP 的活动，伫咧屏东的一间农场举办，3天的行程，剧本内底的故事有超过10万字，8万顶级的道具甲配置，是啥侪国内外有兴趣的人来报名甲参与。这初衷啦，想讲要提供一个实际存在的世界，互大家耍。因为台湾无，但是咱认为台湾应该要有。普段僕は仕事をしてるんですけど、休日こうやってファンタジーの格好をして、キャラクターにファンタジーの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りきって剣を振ったりとか話したりトーキングしたりとか。できるのがもうとても楽しいです。LARP进行，讲句话就是活出另外一个人生。你当体验，你会当去好，去让你去笑，就是去感觉本来的人生无法度体验的代志，对我来讲，迄是上重要的。在 LARP 内底，大家暂时脱离日常生活，进入奇幻世界，投入第二人生的角色，在交锋甲互动当中，感受游戏的世界。即嘛有更较侪人加入，嘛互实景角色扮演的奇幻舞台会愈来愈大棚。记者洪兆生、吴一修综合报道。8位风台所在台湾，目前高雄市的山区包含南马社、桃园、武林、甲仙、甲六区，宣布讲明仔载停单停课。上新的消息提供给观众朋友做参考，也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的气温。
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中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6度至34度，东部地区27度至34度。 高岛地区27度至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稍等来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